改變一啲痛苦啊、快樂啊、開心啊、唔開心啊，佢都見到。其實有時我真係唔知點算嘅時候，我會同佢講下嘢。咁我今日都有叫做匿埋喺架車度啊，問下佢：喂，仲有一場喎，老友，你想唔想我唱呢首歌咧？啊？咁我係聽到任何嘢㗎，係啊！但係以我對佢嘅了解啦，係咯，佢一個咁唔怕醜嘅人，但係我竟然會為咗佢拜託我後製組幫佢一齊做咗一首歌俾佢，我覺得喺今日呢個場合，事隔2年，我想試下再唱一次呢一首歌俾佢，希望大家啲評論。